今仔继续来到苗栗的南庄，离这个海拔2200米悬的嘉里山。讲这个山顶的步道，只要一个起雾，就会行唔知路，各行叫做是迷魂阵。3年来是发生超过40届的山难，打过有一支5个人的登山队去爬这支山的时阵，结果这个过道是落西北雨，溪水来涨大水，有3个人互溪水冲去，其中2个家己收回来。那另外一个卡去卡里的石头旁，进退无路。这个错漏的溪水，阁一直涨起来，样样要甲人食掉咯，状况是相当的危急。好你加载，这个消防队赶到位，用锁用人力接送的方式，在非常惊险的状况下，总算是甲人救起来。救援人员赶到现场，有一个查甫人正卡卡伫石头旁，袂顶袂动。愈来愈大的溪水一直冲伊身躯，情形真危险。救援人员用锁慢慢挖紧，用人力方式甲救起来。经过2点钟，这查甫人互人救上岸，规身躯拢湿糊糊，伊的双脚因为去弄到这个石头乌青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右脚卡在石缝湍急水流中，不断遭溪水冲击，有淹水及失温之虞。观察现场状况后，拟定救援计划。警消人员表示讲，这个5个人登山队去爬苗栗南庄的嘉里山，因为西北雨溪水涨大水，因为撩溪时有3人被大水冲去，其中2人家己爬上岸，另外这个查甫人老超了30公尺，脚掉伫石头旁，加在互人救出来。海拔2200公尺的嘉里山，景色优美，被称之为台版的富士山。是讲山顶步道2.7公里的所在，若大忙就真够找无路，嘛被叫做迷魂阵。消防局伫3年来，就救人救超过40摆，即卖又有登山客伫山脚撩溪时险淹死。警消人员呼吁民众爬山除了要注意本身的安全，更要注意山区的西北雨。若是山顶的天色变较暗，溪水变浊，水面向冲悬，这种表示讲要做大水啊，要赶紧离开水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